客家日邦内地报道，基本嘅圖大家來看到，喺透過資料資源缺少交通唔發達嘅年代，小轉嘅日線老山坡喺地方行就係東重繞嘅角色，為到嘅舊年之名高燃嘅素材未愛去，於是送叫上山去舊年去減山，啲苗栗公幹就日線超過日甲子嘅小轉日線車出門，佢已經90歲咧，到呢一下還會向你來服務，繼續繼續當地向前空氣嘅受雇者，今日嘅客家日邦內地報道資料整體，隨圖大家向下來看，三屆加起來為日保80歲嘅山坡老道日線，佢就點點嘅為地方來奉獻付出嘅故事。一種湖泊錄像片，記錄台灣社會醫療嘅發展。生意內等等我檢查有色麻木，醫生見啲嘅為人看病，啲資源唔足嘅時代，仲客人嘅空間就由細心商業來顧。啲苗栗公館也看起來蘇蘇為日本式建築嘅福記診所，兩用嘅櫃台可以一隻細細空嘅，還有數位做嘅重燈呢。對各種設備看得出來，也係一件歷史悠久嘅老醫院。啲亞洲醫生作為漸漸嘅70年嘅青春內，係問幾有精神嘅同人看病。無論係本沙個拗到，而我將生人嘅喜樂但係心臟病，大家出來前記憶，青春內悄悄一入醫療法歷史，見證地方冇強用時代嘅醫病發展。我呀先生一個咩？佢見他叫我40歲啦，難得了，80-90歲嗬，佢身體啊那嗬，我太感人的福。像台灣我們啲嘢就分出上，廿四歲個哈，40歲個，廿咪28了半看，要講貨大den嘅，做廣行業個事，冇要我說，這樣查den嘅。按你行電看，8電看，所以一定按你最上到去出按煙來騙人，又按辛苦，唔像那叫做私騙疫情啦。一生人出頭苗栗公館嘅青春內先生，因為做醫生係職業，唔係正業，故所無論好天好事，也係不逢落機，所以騙人有需要，佢就話許多人屋企同人看病。一種精神同態度，結合10年來就強用。我是20歲時就應付人，來到人就馬上就放起來，就應付人，台詞做唔得，汽車做唔得，呢個嘢就唔係講專業部，也就說專業部人。客家族群，但是喺多卡山，啲條擺交通唔利便嘅年代，醫生散步請醫師送腳，再去同人看病、同人接生。今年92歲嘅散步劉亞次，都見人行動靜，腳見動見。佢講可能就係後生嘅時節，攀山高應去同人堅強訓練出來嘅本領。隔了兩次前往呢，太平角。2點5鐘啦嚇，2倍咪按我來兩做下天婦里就做下揭山啦，做下山度啦，做下1點5鐘叫來行，按頭擺又冇車，按路按線一條，做下趕錯，頭擺路做下趕錯，冇像你阿講打落按算是石頭路啊呢。拿出保留嘅65年接成我用到嘅東西。10年阿婆將來群人，地做散步為46年時間，到10年大夫同小之間碰上碰下，乃出去同政府堅強。國家數出色嘅學嘅，總共有8人嘅。特別一門匍匐山，我想話臀圍啦、腳圍啦，一樣嘅接，特別愛到啊。嘅親無限嘅意義，我接叫啊。以為啊，一天跑到完。天地時代變化，
沙比近来近进步，专门的散步，行到做那个乜该出外嘅细先生嘅，渐渐咪淘汰时代地度看唔到嘅。本他现嘅医疗因素，专门嘅医疗团队持开贴。如果佢下掉对向力嘅贡献，仍有通难，就长期加有通难嘅精神，无人推也得。要我运业流途，台湾嘅医疗发展史当中。下个新闻分别上齐比林综合报道。